阿妈，我喂你啊。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好，阿妈你有藕包是不是哦。我谢谢你。哦，阿妈你有没有爱我呢？有。有哦，我等一下烤鱼给你吃好不好？这会不会很肉啊？不会啦，阿妈，那你忙啊，我准备午餐给你吃。那我们现在生火的话，我预计应该是先找几颗大石头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生火野人那种感觉就是要先堆一个火堆，对吧？然后里面放一些树枝啊之类的，就可以生一把火。好，我们先搞定火的问题 ，OK？ 走，找石头。小哥，我打看看这是不是真的。大概这种感觉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放一些木材之类的。哇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这个啊，大概是需要对折的吧。哦。我架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们把它折小块一点，应该很好，很容易就会烧起来了。大概是用这种须须吧，我觉得这种须须可以拿来当一开始的火种，我都准备一点须须。我们不考虑用叶子烧哦，因为这个叶子会有很多火，那个烟呐，烟会很大，那个鱼搞不好都不能吃了。我们这样应该够吧？我们先把这一些火种铺在下面，然后等一下直接用打火机吧，把这边烧起来。先烧这一块，然后它全部就会跟着一起烧。计划通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先来备料，鱼肉啊，鱼肉需要处理一下，然后还有我们等一下吃鱼肉要沾着酱。来，各位跟着我来，我阿妈就直接有种这个辣椒了，而且我经过我妈允许，她说这是可以摘的。好吧，我们大概摘个2个辣椒吧 ，Go！ 我们选一颗最大颗的。哦，这个不能拔，这个拔了会出事。有，来喽，1、2、3。拔得起来吗？拔起来了。我们徒手挖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哦，有一点，完全没感觉。哦，一颗土生土长的蒜头就这样子被我们拔出来了。好，走，备料，走。先把所有的备料都把它洗一洗啊。这里有一种爽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旁边就是田，我们这些直接丢往旁边丢，就是纯天然的肥料，就跟你各位玩传说对决一样，大家都是肥料。我们现在先把这边倒射啊。哦，哎呦！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最重要的生火环节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灰给去点燃一点我们的这个火种。哦，好香哦！这个木材在烧的那种味道。哇，我们生火成功啦！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鱼肉啊，等一下烤一烤，直接上桌，有没有？端给我阿妈吃。啊，我真是孝顺啊，暖男。火是有点变小了，火会不会等一下熄掉？不要熄，大哥不要熄啊！它是烟了，不要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让它烤一下。时间大概过去了20分钟有吧？我们看一下现在烤的如何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烤鱼的成果啊，希望不要全部烧焦了。哦，我已经看到那个汁这样流出来。哦，可以，有没有看？它这个鲜嫩多汁的感觉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试吃看看。哦，
哎，超鲜甜！我说真的，怎么可以这么鲜甜呢？我的天哪！可以，这个起锅是个大工程，大工程。哎呦，这是需要非常有平衡性的。走，我们先把它端到凉的地方。啊！不要我的鱼！不要！啊！不要！不要啦！不要！哎呀，哦，差一点功亏一篑，你知道吗？30分钟的鱼，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Q 弹，沾一点酱。这个酱特别辣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退货。OK， 哇，各位看这个啊，哦，多吃一点鱼肉啦，好不好？身体才会健康啊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好了。好啊，好。啊，我这一次你觉得煮的成不成功？这一次烤的成不成功？很好吃，很好吃哦，很嫩，对不对？阿嬷都称赞啊。其实有时候最幸福的时候，并不是这一条鱼烤好的时候，而是跟我阿嬷一起吃饭的时候。阿嬷，我喂你啊。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好，阿嬷你有藕包是不是？哦。我谢谢你。哦，阿嬷你有没有爱我呢？有。有哦，舒服。